我希望可以利用我學到嘅知識同埋經驗，係令到香港變得更好。香港係未有第三次經濟轉型，邊界同埋落馬洲河套點樣用，對我哋嘅未來發展非常之重要。我素來都好關心醫療改革，一定要保住我哋嘅優質公營醫療，唔好俾佢不斷退步。呢個海濱長廊咧，將來可以好有發展潛力㗎。政府咧嘅經濟政策首要咧就舒緩呢個通脹嘅壓力。我哋要尊重不同嘅社群，佢哋可能係佔少數嘅，我哋都要尊重佢哋嘅聲音。選舉嘅過程係能夠令到個政府咧更加聽民意。民主制度嘅改革都係要普選。請各位選民把握機會，選一啲真正有承擔、有能力為市民服務嘅好議員。